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，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。friend 嚟㗎嘛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呢期呢就唔係某一間店嘅體驗分享，而係將一啲不足以支撐一整期嘅日常零碎整合咗下，有推薦有中規中矩，都有大可不必啊。按照時間順序從遠到近，就先嚟講講新工地嘅打拆工作仲喺度有條不紊咁進行緊。見到呢啲發晒霉嘅天花同牆體，我就知道今次嘅工程嘅防水呢必須要做得非常完美先可以啊。搬磚過後，打算去試一試呢間江湖人稱粵菜天婦羅之神嘅心宴。7點到店，門庭若市啊。當日店內其實呢仲有一圍吉台㗎，但無奈呢度呢係一間允許室內抽煙嘅餐廳。於是我哋果斷轉場冇幾遠嘅金輝啊，循例要咗一隻豉油雞。循例要咗一條生魚，做咗生炒魚片同埋豆腐芫茜湯。只可惜啊，今日嘅雞同魚呢都冇上次嘅夠新，滿足感呢仲係差啲。蒜香骨同埋椒鹽田雞都做得非常一般啦，油膩感非常重，嘥晒呢啲生前活潑精靈嘅田雞啊！最近呢，仲食一餐心記，呢度嘅牛肉腸仲係用我中意嘅肉糜嚟做肉碼㗎。喺我嘅審美當中，只有肉糜先可以同腸粉真正咁融合。嗰啲用肉片嘅，基本呢都係處於分離嘅狀態，兩者互不相干。當日去往宵夜嘅路上，我仲真係見到一間標榜住同我審美完全相反理念嘅店。口味呢啲嘢呢，真係哈姆雷特，並冇高低對錯，只有邊種口味更加適合自己。宵夜嘅話呢，就試咗下呢間新開嘅林記同坑牛肉店啦。問咗下，同我之前推薦嗰間喺中村入邊同名同姓嘅鋪頭完全冇任何關係。估計同坑呢個地方呢，就有好多姓林嘅朋友啦。試咗下火鍋同埋果條湯，出品呢都仲係幾 OK 㗎。不過呢，會喺肉上面擦油嘅動作呢，我唔太中意。整體嚟講，不論係同坑果條嘅品質定係湯底嘅味道呢，都仲係中村嗰間更加優秀。去咗一趟倉庫，入邊呢放嘅係我以前嘅餐廳環石小館嘅剩餘物資。見到呢個招牌，心中呢難免有啲感慨㗎。將呢啲感覺新店用得上嘅嘢都留低，就包括咗呢一度曾經嘅餐廳大門，而用唔上嘅呢，就都賣晒佢啦。從阿姨面上嘅笑容唔難睇出，呢一筆呢係一筆佢相當滿意嘅交易啊！呢度合共1.3噸，大家估下我最終賣咗幾多錢？晚黑靜靜雞咁去捧場好朋友 KC 嘅新店黑手製麵保利時光里店。雖然佢話呢個係紐約地鐵站啊，但我覺得呢個更加似精靈球。菜品呢都仲係嗰啲菜品，出品嘅水平呢依舊都係穩定嘅。蟹黃麵、墨魚麵同埋下河幫風味意麵呢都係我中意嘅風味。飯後呢喺商場入邊逛咗圈，發現咗一個十分低調嘅陶瓷展，呢度唔少器物呢都係我中意嘅質感，尤其係呢一幅藍色框嘅真係有啲好睇啊！宵夜時分相約咗喺群友純牛奶嘅輝記燒烤，不過其實呢食燒烤只係由頭，飲威士忌同埋蛋黃檸茶先係內核啊！意猶未盡嘅我哋仲轉場咗嗰間我有面子果實嘅牛肉火鍋店。第二日嗱臨返茶檔，飲返杯超多維斯嘅蛋黃橙檸解下酒，酒後飲蛋黃定律嚟㗎。嗰幾日嘅雨水呢，有啲過於充足啊，新工地嘅進度呢，都有啲受影響。步入咗做天花同埋砌牆嘅階段之後，一切呢都要揸緊啦。辛勤搬磚過後，食返碗酸辣魚雜魚卜粉獎勵一下自己。最近仲同大佬去咗下收藏已久嘅同集會，呢度嘅空間感都仲係幾唔錯㗎，冇嗰種細店嘅擁擠感，空間呢相當開闊。適逢落雨天，呢個水景睇落呢好有意思。不過呢度嘅出品呢，亦都只有手沖咖啡係可以飲嘅啫。而呢一嚿貓山王榴蓮千層呢，就真係一言難盡啦。餅皮唔單止做得偏厚，而且放喺冰箱入邊呢，應該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啦。千層嘅餅皮嚴重脫水，食起身相當乾硬，榴蓮含量都唔高㗎，奶油部分呢仲係直枝嘅佔咗大多數，唔推薦啦。最近呢，患咗一種好想食瀨尿蝦生嘅病，於是又嚟咗好朋友珊姐嘅豐和農莊，仲喺粉絲群入邊接咗個龍，瞬間呢就湊夠咗一圍台，而且有2位威士忌發燒友都報咗名，所以今晚呢循例都係飲翻啲啦。不過當時呢適逢休漁期，瀨尿蝦生升咗價，要88蚊一斤。
不過咧都仲係比市面上大多數鋪頭嘅售價都要低㗎。果斷安排咗5斤，一次過食到夠啊！呢度嘅海鱸魚生咧都比出面好多鋪頭都要平㗎，一般咧都要賣78啊68一斤，而呢度先48咋。除此之外，白切雞咧都做得幾唔錯，呢個價格之下不能要求更多。飯後循例返茶檔飲返杯蛋黃鴛鴦綠解下滯。呢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，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。friend 嚟㗎嘛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